海业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窑，因海滨广出、业态相貌而得名。多年来，经济社会、各行业一条发展。作为杭州湾北的一颗璀璨明珠，海业正秉承大气聚海、淳朴事业的精神，拉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发展宏图。这里区位优势明显，处于长三角吴、黄、苏用4个大城市的区位中心，随着嘉洛高速的开工建设，杭州湾跨海大桥和杭浦高速的建成通车，海业已成为吴、黄、苏用双线的枢纽，形成到4个城市1个钟头黄金交通网络。这里广开海运快速便捷，海业广区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配套广区，为国家一类开放开发，以北极上海广、洋山广、南移北仑广、舟山广，海业充分发挥内湖航运发达的优势，正加快广开码头建设步伐。单绕面向黄家湖，辐射长三角的海湖联运枢纽。这里民风淳朴，社会和谐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先要得结果文化、科技、体育先进园，国家级生态自然区、国家级园林园城、3级文明园城等称号。这里更加是统一城乡发展的一片热土，农村土地累积，建设用地复垦，业态新市镇、农村新社区建设巨幅巨多，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推进。正因为海业有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大步迈进。海业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，提升发展质量，壮大经济实力，辣主导产品集群化、传统产业高新化、新兴产业规模化的要求下头，加快对造纸、纺织、服装、机械紧固件等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，实现转型升级。现代物流、金融保险、科技服务、文化创意等新兴现代产业已成为海业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巨幅巨大的滨海开发热潮，接下了人类千年的黄金海岸线。海业依托广开资源优势，加快广修广开围路工程建设，按照以广出区、以区出广的联动发展思路，正积极实施广开与滨海腹地联动发展。作为3级经济开发区的海业经济开发区杭州湾大桥新区，占地50平方公里，是海业灵光产业的重要基地，实力培育和发展装备制造业、化工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新型建材、核电关联产业等灵光产业。这里山势青竹，有用山海湖于一体的国家自然级风景区内部，山有层次，水有曲折，海有奇景，比山西湖一水，比西子湖玲珑，能结两只自然，是居民园林专家陈荣洲对海业南北部的评价。而四水三泽、三营四学的居民江南世界园林奇悦，被誉为浙江第一个的天然石khai发国。金山核电工业园、八塔山海岛生态之旅、跨海大桥观光之旅，打造海业辣长三角的秀湾度假旅游品牌。
搿里更加是人杰地灵，人文荟萃。辣历史的长河中，孕育了最神奇的作者贺宝、元代戏剧家杨志、教育家和出版家张耀基、三毛之父张若平、改革先锋蒲先生、作家余华等一批言能才尽。2010年3月8号，作为中国学堂领军者，中国学工业集团和浙江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，支持浙江省辣海1月建设中国学堂城、对接学堂、服务学堂。海业正以搿个为契机，着力发展学堂管理产业，遵照了海业拿建设中国学堂城列为发展战略，拿学堂管理产业绕桥成新兴产业高地，已经成为海内外聚焦中国和平发展后盾的热点。中国学堂城正拿海业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。海业以高手远瞩的眼光，继续秉承大气聚海、神破事业的新时代海业精神，立足滨海新城，依托大桥经济，发展灵光产业，击溃学堂基地，内辟修湾旅游，谱写更加辉煌的武装。辣搿里，让我们一道一岁超越梦想，共聚辉煌。